代替东正线宜兰大溪四城站到宜兰站，今仔透早铁路的电缆线封加长，造成3个并交道的号志异常，火车经过时拢减慢速度，所以火车嘛拢慢分哦。经过抢修，早起10点外就恢复正常。警方是搁追查偷整电缆线的人。 即马人讲管制哦，因为好事故障。并高度号志故障，敢若使用人工管制方式，指挥车通过，避免发生意外。代替东正线四城站到宜兰站23透早铁路电线封加长，有3个并高度号志大乱，列车经过这个所在，拢必须减速慢慢过，造成慢分的情形。1384区间车大约晚11分。 车站公布讲，列车慢11分，延误班次是真多，未少要去花莲的民众就伫柜台顶面等。代替统计，总共30列次，3850名旅客受到这个影响。原本是要8点13分的去快车到花莲，现在延差不多20几分钟吧，有延误到啊，不过没有对我们的行程没有很大的影响。那行车的方式还是正常，只是在该区间。 因为受那个电缆线被剪断的影响，所以那在通过该区间的时候，列车都会有所延误。代替人员赶紧要把这个电线拢接起来，由这封加长的电线总共有61条的线芯，爱一条一条慢慢接起来。工作人员用4点外钟才接谱，警方是到现场翕相收证。警方前往查看，地点是在宜兰市环东路桥下。 发现电缆线有遭剪断，有遭剪断，没有被窃取走。警方讲，2礼拜前同一所在电线也封加长，也毋过毋是号志的电线，影响无大，是毋甲这摆案件有关系？也调查，已经甲监视器调出来看，介入可疑的对象，要用毁损罪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